另外是我们嘅环视看10月28号的中间台南电影新闻，为了反诈骗，市府跨局处成立了打诈台南队。根据到今年9月底统计，总共主动诈骗案的超过5000件，算算会要13亿外。敢若银行甲超商的主动就921件，绩效是6都第一。市长黄伟泰长期重视反诈骗的工作，除了率先成立跨局处反诈骗的宣导平台，伫日前柬埔寨人蛇集团的诈骗事件成功救回3名台南的市民以后，警察局更加整合跨局处的资源，成立打诈台南队，动员市府各单位全力来执行行政院所颁布的新世代打击诈骗的相关行动。到9月底为止，总共成功主动诈骗的件数超过5000件，总金额高达13.7亿，为民众来收掉辛苦的下挂钱。这个跨局处的反诈宣导大平台，那以警察局为轴，然后跟市府的各局处来共同合作，推动反诈的宣导工作。那最近行政院也推动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4大主轴：识诈、阻诈、堵诈、惩诈。那其中识诈的部分，就是由本府各局处合作成立的打诈台南队来负责。我们强调以团队的力量来推动打诈的工作，统合整体市府团队的力量来宣导反诈，然后鼓励我们的远警跟第一线的金融机构的行员还有超商的店员来积极拦阻诈骗。其中121年度金融机构甲超商的主动件数总共有921件，金额超过4亿外。防止诈骗的绩效更加是6都排名第一。市长表示，治安的工作无上好，只有更好，希望会用透过多元的管道来推广反诈骗，共同守护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今年111年度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学校甲绩优人员的表扬，咱西门国小甲志开国小的苏凤珠老师分别得奖，充分展现教育特色的成果，为台南市争取公营。台南市教育局一直以来推动校园生命教育课程，并将生命教育纳入学校课程计划。在今年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学校以及绩优人员评选当中，分别由台南市西门西洋国小以及志开西洋国小老师苏凤珠得奖。那所以生命教育其实它的重点是人对于自己、人对于环境，还有人对于这个不同的生物都能够以这个关怀的角度来出发。西门西洋国小曾经在107年得奖。这摆延续发展素养导向生命教育课程高效无阻，规划完整系列课程，嘛以生命教育以及环境教育为主轴，将优先校园的相关议题融入相依的学习。那我们孩子们除了就是以创作在地的像风师爷或是剑师的作品，就以双语作品，然后并且我们老师们也研发了有关生命教育的双语绘本，那是结合像我们学校的特色校定弹性学习课程，像有蝙蝠屋，然后上面这是风师爷。那我们的双语绘本的话，里面也是结合双语的课程，然后提供给老师全市的老师来作为参考使用。志开西洋国小苏凤珠老师长期分享生命教育教学甲专题，提升团队课程教学成长。透过课程的设计，让学生有不同款的感受。我们还把这些生命教育的议题呢，融入到我们的各个学校的非正式的课程当中，就是我们办理的活动。例如说，我们的减数课程，那为什么要减数？就是在生命教育利用它的价值思辨。培养孩子思辨的能力。像我们学校最近在改建校舍，那改建校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就是总务处的事情嘛，它就是盖完了，然后标出去就好了，或者是在其中学务处要特别注意安全。可是我们还是把生命教育的元素就融进去我们的校舍的改建当中。
这摆得奖可见学校对生命教育推动的用心。教育局嘛希望会当分享这个学校以及老师的经验，透过生命教育核心价值，活化生命教育课程，创造友善校园。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2022年深山奇迹对今仔开始连续3天登场，吸引130组国内外品牌参与，包括艺术、音乐、甲美食等侪种类。其中也有以小时光米馆作为主题区域，邀请大家来体验。进入第4档的深山奇迹活动，今仔日伫台南美术馆2馆热烈登场。现场组织侪单位，相当热烈。文化加上文创，建构了台南深山市集丰富多元的一面。包含邀请到了130组来自各地的品牌，主要还有一些是台南在地你想买也买不到的店家。另外呢，我们有邀请20组的表演工作者，还包含我们的工作坊。深山奇迹已经成为全台湾上欢迎的奇迹之一。散发出台南在地的文化，甲一个少年人的文创，每一年拢做成轰动。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世界更了解台南这个城市，其实是拥有除了文化历史之外，我们也有很多建筑、艺术、美学，都是含在这个城市里面。这摆奇迹除了有户外装置艺术，更规划8大主题，包含工艺体验、地震、生活、美食等等。更有以穿越时空，为过去到未来的小时光区，以复古的单位来做展示，相当趣味，值得大家前来佚佗。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因应超高龄社会长期照护等医疗需求增加，伫工业局的支持，群创光电甲贵族学病院合作建立台南第1个科技长照示范场所，领先全球推出智慧复健甲智慧的门诊，做回来了解。透过行路的姿势，就会当马上检查出长辈跋倒的风险。若是讲超过4%，就是跋倒的高风险族群。群创伫台南郭综合长照病院打造2座65寸拼接影音墙，结合 3D 深度感测步态分析软体，只需要短4公尺的距离，就会当体检出长辈敢有跋倒的风险。过去1年内曾经跌倒，就是有1人会有发生跌倒的风险，大概有15.5%的比率，会有曾经发生过跌倒。那郭综合医院这次引进的这个步态分析呢，是希望在老年人跌倒之前，就经由这个步态分析，把这个高危险跌倒风险的族群呢，先把它筛选出来。郭综合病院位伫咧台南市中西区，65岁人口比例高达20%，目前安装过半位以来检查2000位民众，并且伫65岁以上长辈当中找出18.8%的高危险个案。同时安排体检活动，进行复健治疗。他一跌倒，可能一躺要3个礼拜，那3个礼拜他要花健保有12万，那他又有因为长期的卧床而造成后续可能有高达30万的医疗的花费，以及有15% 的死亡风险。更早一步去侦测这些有可能的跌倒风险的族群，比如说他是关节的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关节的矫正。肌肉的问题，肌肉不平衡所导致的，那就是肌肉的力量去做一些客制化的复健的计划。我们希望让它往前一步，叫做预防它的失能。Kakek harus duduk di kursi roda。外籍看护人员语言未通，嘛会当透过 AI 镜把马上翻译，互双方了解彼此的需求。再透过人工智慧即时翻译系统，可以将多国语言整合能力即时应用在上面。让院方、长者与看护，可以在同一时间了解彼此的心意跟需求。这摆嘛将病院大门利用透光性变成装置艺术，群创甲郭综合共同将科技结合医疗，互长照病院焕然一新。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先歇为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尽心生计，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
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有歌手、主持甲演员等身份的艺人小马，最近嘛投入艺术创作，希望透过疗愈猫这个角色，实现用艺术来帮助别人的力量。梦特别奇怪，我这个人做梦呢，有时候梦我都会记得特别清楚，画面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到我去了很多的艺术的展览空间，但是那个艺术展览空间里面不只是音响上面透过音乐传递的，或是电视里面出现的美国的饶舌歌手，然后或者是呢所有的声音，他们都告诉我用艺术帮助人，连英文讲的也是用艺术帮助人。那我艺人小马倪子君有歌手、主持人、演员等多种身份，伫每一个领域顶悬拢有成就。伊的创作自由，无受拘束，因为一个梦境启发，看着艺术。创造出疗愈猫这个角色。
我就这样子画了一个东西给我的画家朋友潘学官，问他说：“哎，你看我画画，你觉得怎么样？”就他就用很激励的语言来亏我说：“哇，天哪，你怎么？”他就叫我说：“小马，我真的画不出你画的东西。”然后我就说：“怎么画？我现在去上课吧。”他说：“你不用上课，你拿纸跟笔，你就画。”我说：“拿纸跟笔？”他说：“对啊，你想到什么画什么。”我真的不骗大家，我拿到纸跟笔，大概3天的时间，我根本不知道画什么。我3天之后想到画鱼，鱼是我们小时候上美劳课、劳作课，同学老师画鱼哦，就是很简单，你自己就会画这个图案，鱼圆圈圈，最后才有这个所谓的猫这个角色诞生。也就是这一次呢，终于事隔2015年到现在2022年7年的时间，终于在我的艺术生涯里面诞生出这样的一个角色，叫疗愈猫。小马讲，疗愈猫是伊的化身，希望透过这个艺术，带予大家轻松的心情。这摆特别独家甲新光3月台南新天地合作举办展览，总共打造5大展区，分别是疗愈猫画作、NFT 投影、纸模、滑板涂鸦，以及甲潘依良联名的服饰。同时嘛推出侪周边商品，提供粉丝做收藏。画作的部分嘛提供贩卖，并将其中的10%捐赠予公益单位。展览展出到明年1月2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囡仔勇敢挑战、培养运动家的精神，人上人教育机构在2月17日将伫走马路农场举办小铁人圣诞公益挑战比赛，同时活动所结合的公益，就是替每一位报名的朋友捐100块予伊甸基金会，欢迎市民踊跃报名参加。小铁人耶诞公益挑战赛是由人上人、芝麻街、凯士兰教育机构主办，台南市原詹贝亚服务处、爱甸基金会、小树苗体能工作室、迪卡侬运动用品协办，希望造福亲子家庭一个健康运动，又搁会当做公益户外活动。而且这场挑战赛也深具公益意义，因为只要你报名，主办单位就会替你捐出100块给爱甸基金会。往年的岁末年终，我们都会办一个活动，然后做一些公益活动，教导我们的小朋友。然后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连续有了3年，所以这次我们跟曾培雅议员、跟林美燕议员讲了做构想以后，这个曾培雅议员呢就很努力的说。我们来办一些对外来办你们既然要做公益，是不是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做公益？这个小铁人公益赛的里面，最主要的，我最感动的就是，不只给孩子运动乐趣，他能把他的所得捐给我们伊甸基金会，作为弱势儿童的基金会，是我最敬佩的地方。我们的人上人教机构，他愿意在这个活动里面，他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也有另一种意义来跟我们伊甸基金会来做一个结合。那不但小朋友在整个过程中能够知道，在人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更加的充满爱。现在在我们幼教协会非常资深的一个常务理事那他长期做爱心是不落人后的。然后他这一次呢，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其实他是今年长期在经营，在做这样子的爱心的活动。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一些社福的一些机构，包括伊甸基金会，他们真的是经费比较欠缺，所以说也非常开心我们的协会也会全力的支持。我们平常其实比较多合作伙伴，大概都是比较是社会局或是社福团体。但是今天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跟人上人这样子的教育单位，然后一起来合作，办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公益小铁人的活动。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伊甸基金会第一次跟他们合作。这场公益挑战赛活动分为3到6岁迷你铁人，以及7到12岁小铁人。项目包含裸跑、平衡车、平衡木、匍匐前进、山训单锁定体能挑战。
准备规划，也好真侪亲子家庭拢真期待活动的到来。这2年孩子都关闷了，那如果今天刚好人上人有这个机会办这个户外的活动，让更多家长跟小朋友们可以一起到走马濑玩玩，参加这小小铁人3项，对于促进家庭和谐啊，还有小朋友是可以快乐成长、平安长大的，非常认同这活动，赞！小铁人耶诞公益挑战赛12月17将伫咧走马路农场登场。主办单位欢迎喜爱户外活动的亲子家庭踊跃报名。民众若是对这个活动有兴趣，嘛当拨卡报名查询专线，也或是向展杯亚服务处下询。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大家拢知影预防比治疗较重要，不过疫情期间，民众因为烦恼到病院会增加感染的机会，就医比例降低，同时癌症筛检的意愿嘛明显下降。对此，大安妇幼病院徛伫预防医学的使命感，强调做抹片防治子宫颈癌的同时，卖当做大病检查，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因为 COVID-19 疫情影响，大家烦恼到病院会增加感染机会，所以看医生比例降低，同时连带造成癌症筛检的意愿明显下降。根据大安妇幼病院胃肠科医生陈建安，以大肠癌的筛检降低2成，大病检查异常转改做大肠镜嘛减少6%的警示为例，嘛予院长相当烦恼，疫情解封以后，癌症因此会来爆发。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就医率很低，那所以有很多隐藏性的疾病，大家都没有发现，而且大家投注的都是在于我们的 COVID-19 所产生的这些副作用。那事实上，大家就医率低，相对的，你疾病的发生率相对也低很多。所以，大概尤其在癌症这一块，我想，大家或许在10年后再回归到我们在这种 COVID-19 发生的这3-5年之间，那癌症的一个造成将来期数的 advance， 就是说在进阶的一个期数，绝对是有它的一个比例的一个上的一个增加。妇幼病院徛伫社区型的优势，甲预防医学的使命感，以子宫抹片检查大大降低子宫颈癌为例，强调做抹片同时当做大病检查，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大家都知道，在子宫颈癌在10几年前，我们大概6分钟呼一声之后，大概从子宫颈癌从女性癌症第1名降低到现在目前大概是第7名，那甚至第8名。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抹片的筛检比例相当高，那这个也唯有在妇幼医院你才能够做得到。那相对的，我们要提升粪筛，也就是说粪便筛检率的一个上升，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大肠直肠癌的癌症的发生比例的级数及早发现。那这样的话，就配合我们这样的妇幼医院，能够同时在做子宫颈癌的抹片筛检之下，同时可以推动粪筛，这样的一个粪筛比例相对的提高很多。那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在癌症的一个晚期的发生。该病院新增加胃肠科以后，陆续也可以增加心脏内科、甲内分泌等处专科，用连下门诊的方式来为民众健康把关。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28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